唱。哦 OK 了，我 OK 了。哎。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唔好停，再嚟。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好，再嚟。係咪咪齊咪？咁啊，我跟住我哋日文啦，日文啦。日文呢度。日文呢度。嚟啊！多謝大家 ，thank you， 多謝。不嬲都唔係好慶祝農曆嘅，咁但係因為 ，hi，hello，我有兩邊一齊直播啦 ，hi， 這個是微博啊 ，hello， 謝謝大家，謝謝，那個是我的生日蛋糕，那明明安排了很久。唔好停啊！多謝小傻，耶！睇我哋個，好，我要幫我拿住呢個。哇！好黑啊會唔會？許願。好。謝謝大家，謝謝。好，包咧。好，嚟啊！好，擺咗佢哋。好，耶！謝謝。好，謝謝。多謝大家 ，thank you。好，那這個。等下都，我們可以開燈了。開燈了。Thank you。我喺香港啊，其實。好中國特色喎，後面嗰種黃色喎。啊。阿嬌普通話講得嘢。謝謝。今日係農曆生日，係。蘇米先生，蘇米 OK 嘅，蘇米同普通話 OK 嘅，絕對 OK 啦。蘇米同普通話 OK 嘅，我 OK。你乜打呢啲嘢㗎？謝謝大家。阿 Sa， 你喺邊啊？阿 Sa 你喺邊度啊？美國。呢個全部嘢，但係呢個咧 Facebook 咧係睇 Facebook 可以碌翻之前，但係呢個唔得喎。咩㗎？吃蛋糕，切了那個分蛋糕。吃蛋糕啊！竟然有？沒拍照，蛋糕。啊，阿 Sa 在深圳啊。對。咩係我有喎？哦，係啊。Thank you。拍照。哦，沒拍照，你幫他拍。搞笑你。可以回應我咗。阿 Will 跪求合照，合照完了。即係點啊？哎，再說一遍，這個是我髮型師，好不好？等下。呢個 OK，呢個係我髮型師，並不是我嘅緋聞男友。新歡唔係新歡。係唔係新歡？佢將會好紅。係。你打破儀，這個並不是我的。為了隔了什麼那個被言那個緋聞男友，這是我髮型師，好不好？哇，這個新聞真的太好笑了，他是集合了吳亦凡、鹿晗的帥哥，沒辦法，就是我的團隊就是帥哥美女啊，沒辦法嘛。你給人家誤會，也真的是沒辦法。我前緋聞
绯聞男朋友就是在這裡。健石男啊！前绯聞男朋友。健石男啊！要唔要？對，就是現前緋聞男朋友喺呢度。買玩具唔係。全部緋聞男朋友都喺度。笑死我啦！齊聚一堂。破 dry 什麼情況？真的，哎，搞到沒有人追我啦！那些新聞，真的是。中間邊嚿哦，中間呢嚿啊，你話係帽嚟嘅，但係帽嚟嘅。哦，我們在吃東西。可唔可以點個火再影一次？影個我未真係仲有蛋糕影嗰張相。即係點啊？佢都點住哎，講白話 OK。講白話。所有緋聞男朋友喺晒呢度，搞到我咧冇人追啊！你明唔明啲新聞？影相啊！我自己影啊，唔係。佢望住個大公，佢望住嗰兩個嘢，唔係過嚟影。你望邊邊？應該望呢度，你喺呢邊影過去。要影埋你嗎？影埋你嗎？不如行出路同我影，全街同我慶祝。我哋其實喺街度慶緊祝。係路有。掟蛋糕落房間。好清楚收到話收驚，冇想冇講粗口。我自己喺個電話喺度話，喂，出街度。我話聲太大，唔好講嘢。抌個蛋糕落街先。係咯，我話邊個中獎？所以其實前5秒係咪啊？好啦，咁我而家我繼續食嘢啦。多謝。許願啦。多謝。咁我直播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嘅祝福，謝謝大家祝福，謝謝。我要繼續吃東西啦，謝謝。拜拜。喪撳啲心情嗰度先得啫。OK，咁嘅話。